注意看，一小姑娘正走到一条背沟旁，不巧落脚的石头没放稳，小姑娘一踩石头滑进了沟里，摔了一跤。路过的年轻小伙目睹了这一幕，立刻走到沟旁，看了看掉下去的石头，又朝着小姑娘摔倒的方向看了看。好在小姑娘并未受伤。那位好心的小伙并未打算就此离开，他看着沟里那块碍事的石头，随即俯下身，双手牢牢扣住石头搬了起来，准备将其重新搭好。小伙的举动实在让人打心底里佩服，他本可以只是确认姑娘平安后便转身离开，毕竟这石头掉沟里，路人摔跤，似乎与他并无直接关联，可他愣是选择留下来处理这个麻烦，自始至终没皱一下眉，也没说一句抱怨的话，眼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把石头挪走，别再让其他人倒霉。